今日嘅词汇老记嘅都教阮大家了，唔知各位有学会冇？迄假使讲还蛮记起来咩冇相关，接下来我就嚟今日复习嘅时间。挨卡中医，挨卡中医，华语是我比较喜欢，我比较喜欢。挨过中医，挨过中医，挨卡中医所会做嘅东西，挨卡中医所会做嘅东西。华语是我比较喜欢木头制的东西，我比较喜欢木头制的东西。挨过中医所会做嘅东西，挨过中医所会做嘅东西。挨卡中医天天的散步，挨卡中医天天的散步。华语的意思是我比较喜欢慢慢的散步，我比较喜欢慢慢的散步。南西英强用版讲，挨过中医天天嚟散步，挨过中医天天嚟散步。挨卡中医一包糖诶，挨卡中医一包糖诶。华语是我比较喜欢这包糖果，我比较喜欢这包糖果。挨过中医一包糖诶，挨过中医一包糖诶。穷哈，穷哈。华语是一起，一起。你穷哈去托电路，你穷哈去托电路。华语是我们一起去挑礼物，我们一起去挑礼物。南西英强用版讲，挨頂窮下去托昂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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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做得穷下討論，做得穷下討論。华语是可以一起讨论，可以一起讨论。同陌下人穷下分享一份心意，同陌下人穷下分享一份心意。老陌下人穷下分享一份心意，老陌下人穷下分享一份心意。华语是跟家人一起分享这份心意，跟家人一起分享这份心意。南西英强用版讲，同六下人窮下分享一份心意，同六下人窮下分享一份心意。